大家好，歡迎嚟到暢銷書精讀班。今日我哋講下呢本台灣暢銷書《NVIDIA 輝達之道》。NVIDIA 作為一間怪物級 AI 晶片科創公司，佢嘅創辦人 AI 教父黃仁勳到底係點樣將公司由瀕臨破產到成為市值第一嘅晶片之王呢？到底係邊啲決策造就咗 NVIDIA 嘅經濟護城河呢？呢本書會講到咧黃仁勳嘅管理同經營之道，同埋 NVIDIA 呢間公司嘅神話級發跡史。喺聽書之前呢，提提大家啊，我哋 channel 專為你哋咧搜羅全球各類暢銷書，逢星期一、三、五有新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follow、like 同埋 share。可能有人唔知道咧，喺平行時空之下，黃仁勳可能會做咗一個老師嘅。佢喺1993年創立咗 NVIDIA，做咗30幾年 CEO。佢中意用白板教書，每次開會都拎住支馬克筆。畫圖解釋概念，同事叫佢做黃教授。白板喺 NVIDIA 入邊唔單止係溝通工具，仲代表住可能性同創新精神。好嘅諗法都要俾新嘅諗法取代。NVIDIA 而家係 AI 時代嘅龍頭企業，喺出片嘅今日，佢哋市值去到4.6萬億美金，超越咗微軟，成為全球最值錢嘅公司。由1999年上市到2025年，投資者嘅回報率係美國股票史上最高，複合年增長率超過33%。黃仁勳1963年喺台灣出世，細個跟哥哥去咗美國肯塔基州一間寄宿學校，點知原來係問題少年改造學校，佢要做清潔、打掃廁所，仲成日俾人蝦，但佢冇退縮，仲會教室友讀書，又跟人學舉重，慢慢變得堅強。呢段經歷令佢養成咗唔怕辛苦嘅性格，佢唔會主動挑事，但係都唔會逃避。之後佢去俄勒岡州讀書，喺丹尼餐廳做服務員，由洗碗清潔做起，學識點樣喺壓力下工作，點樣同人溝通。佢連做奶昔都追求完美，將每件小事做到最好。黃仁勳讀電機工程，畢業後去咗 AMD 同 LSI 公司做晶片設計。佢唔滿足於安穩，永遠追求最前沿嘅嘢。呢種唔安於現狀嘅性格，令佢後來創立咗 NVIDIA。佢管理公司嘅方式好獨特。強調透明問責，消除辦公室政治，公司文化要求員工全力以赴，用純粹嘅意志力去成功。而家 NVIDIA 已經係全球最重要嘅科技公司之一。黃仁勳嘅領導同遠見改變咗成個行業。喺講 NVIDIA 嘅成立之前呢，我哋先了解一下黃教授佢嘅兩位拍檔普利姆同埋羅森。普利姆後生嗰陣就好叻，喺中學嘅電腦實驗室自學編程，甚至整咗個台球遊戲出嚟。佢讀大學嗰陣屋企出咗事，老豆失業，為咗交學費，佢去通用汽車做實習。畢業之後，佢冇接受通用汽車嘅獎學金，反而去咗一間細公司。喺嗰度，佢設計咗 IBM 嘅 PGC 專業圖形控制器，但公司唔肯俾股權，佢知自己發唔到達。於是普利姆跳槽去太陽微系統公司，嗰度有個叫羅森嘅上司，之前喺蘋果公司開發過 Lisa 電腦，佢想整張勁嘅顯示卡，但佢哋老細唔俾，覺得 CPU 夠晒用，咁所以羅森同普利姆搞咗個秘密圖形團隊，偷偷摸摸搞顯示卡開發。馬拉科夫斯基本身係讀醫嘅，考完醫之後先諗通自己中意工程多啲，於是讀電氣工程。佢喺惠普做過，學識點樣大規模生產晶片。後尾佢加入咗秘密圖形團隊，負責將設計變成真嘢。晶片製造咧就揾 LSI 公司啦，佢哋派咗當時仲喺 LSI 嘅黃仁勳嚟負責。呢個後生仔咧啱啱由 AMD 跳槽過嚟，好有料到解決晒製造上嘅難題。團隊通力合作，終於整咗個 GX 圖形加速器出嚟啦。GX 勁到飛起，令太陽微系統公司嘅工作站賣到成行成市。普利姆仲整咗隻飛行員飛行模擬遊戲，變咗公司銷售團隊嘅宣傳神器。不過公司成功之後就開始內鬥，官僚化。普利姆同馬拉科夫斯基嘅新提案成日俾人壓住，最後逼到佢哋要走人。呢個就係佢哋離開太陽微系統之後創立 NVIDIA 嘅前傳。1992年，普利姆同馬拉科夫斯基兩個喺太陽微系統公司做緊嘢，諗住出嚟搞顯示卡公司。嗰時啱啱好電腦硬體同軟件都有大突破，微軟又出咗 Windows 3.1，市場對圖形處理嘅需求大咗好多。
佢哋揾埋第三個拍檔黃仁勳，三個人成日去聖何塞嘅丹尼餐廳傾偈，飲住無限續杯嘅咖啡，一傾就傾4個鐘。黃仁勳不停問市場有幾大，最後佢哋估算每年可以做到$500000生意，黃仁勳先肯加入。1992年12月，普利姆率先遞信辭職，然後馬拉科夫斯基同黃仁勳都陸續跟住辭。佢哋揀咗做個人電腦市場，想更多人用到佢哋嘅技術。咁公司名到底點樣嚟呢？佢哋諗咗好多個名，試過將三個人個名夾埋，但係點夾都唔好聽。最後普利姆揾到拉丁文妒忌呢個字 NVIDIA， 去咗個 I 變成 NVIDIA， 而佢哋第一隻晶片就叫 NV1。揾錢方面靠黃仁勳之前老細幫手介紹咗佢哋俾紅杉資本，推銷會上佢哋表現麻麻，因為太技術性，答唔到啲商業問題。不過紅杉睇中咗佢哋幾個人嘅能力同信譽，最後紅杉資本同蘇特希爾各投資$100萬。1993年4月5號，NVIDIA 正式成立。三個創辦人明白到有時信譽比商業計劃書更重要，呢個經驗佢哋一世都記住。NVIDIA 終於開始認真做佢哋第一隻晶片啦！攞到投資之後，公司搬咗去森尼韋爾市一個正式辦公室，開始大規模請人，團隊由幾個人擴展到20幾個工程師。三位創辦人黃仁勳、普利姆同馬拉科夫斯基分工合作。黃仁勳做 CEO 負責商業決策，普利姆做首席技術官負責晶片設計，馬拉科夫斯基就負責工程團隊。普利姆設計嘅 NV1 好有野心，佢想用全新嘅前向紋理對應技術嚟減少內存需求，仲加埋高質素音頻功能，想一次過挑戰星巴克 Sound Blaster 呢個音頻標準。但係呢個決定太冒險啦。1995年5月，NV1 正式推出，初期銷售睇落唔錯，大文公司訂咗25萬粒晶片，仲同世嘉合作。但係好景不常，毀滅戰士呢隻全球最受歡迎嘅遊戲完全行唔到，因為 NV1 淨係部分支援 VGA 標準，音頻又唔相容星巴克。結果慘淡收場，世嘉都取消咗合作。NVIDIA 燒咗成$1500萬，公司陷入財務危機，被迫裁員，由100幾人減到40人。呢個時候，競爭對手 3DFX 推出咗 Voodoo Graphics， 配合雷神之錘呢隻遊戲大賣。3DFX 甚至考慮收購 NVIDIA， 但佢哋決定等 NVIDIA 自己破產，到時用更平嘅價錢買起佢。NVIDIA 當時得返$300萬，只夠維持9個月。黃仁勳決定孤注一擲，開發 Riva 128。佢哋買咗部$100萬嘅晶片模擬器，將開發時間由2年壓縮到幾個月，調整過一次之後就直接量產。1997年4月，Riva 128喺遊戲開發者大會展示，表現驚艷，連 3DFX 都震驚。呢隻晶片最終大獲成功，拯救咗 NVIDIA， 為公司日後嘅輝煌奠定基礎。Riva 128嘅成功唔單止救咗 NVIDIA 一命，仲吸引咗好多優秀人才加入。黃仁勳由一開始就要求員工以光速工作，意思係工作速度只應該受物理法則限制，唔可以俾內部政治或財務問題拖累。佢成日問員工：你可以幾快完成啊？點解唔可以更快？公司嘅員工培訓都講明白，如果你以為可以渾水摸魚過日子，5點鐘就返屋企，咁就錯晒。員工成日做到夜晚11點，週末都要返工。黃仁勳自己就由朝早9點做到深夜12點。佢成日話，可能有人比我聰明，但係冇人比我更努力。1997年底，Intel 推出 i740晶片，直接挑戰 NVIDIA。黃仁勳喺公司會議上宣稱，Intel 想將我哋趕出市場，而我哋嘅任務就係先發制人，喺佢哋打低我哋之前，打低佢哋。馬拉科夫斯基帶領團隊研發新一代 Riva， 用嚟對抗 Intel。期間 NVIDIA 遇上生產危機，黃仁勳決定徹底重組公司架構，將設計團隊分成3組，實行3個團隊2個賽季策略，令公司可以每6個月就推出新晶片。呢個策略配合普利姆開發嘅虛擬對象架構，成為 NVIDIA 持續領先嘅秘密武器。黃仁勳最中意講嘅口號就係我哋距離破產只有30日。佢用恐懼同焦慮嚟激勵員工，希望全公司上下都全力以赴，唔好有任何自滿情緒。
NVIDIA 同 3DFX 嘅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當年 3DFX 仲好自信，以為 NVIDIA 就快破產，點知形勢急轉直下。NVIDIA 用3個團隊2個賽季嘅策略，推出晶片嘅速度遠遠拋離 3DFX。結果 3DFX 犯咗好多錯，產品線太複雜，仲買咗其他公司，反而分散咗注意力。工程師又追求完美，導致進度拖延。到2000年，3DFX 終於頂唔順，宣布破產。NVIDIA 仲收購埋佢哋嘅專利同員工。黃仁勳好識挖人才，佢想請視算科技嘅首席工程師，試咗好多次都唔得，最後佢用技術嚟打動對方，叫團隊整咗一個軍事主題嘅演示，展示 NVIDIA 嘅實力。呢一招真係奏效，嗰位工程師1個星期後就辭職加入 NVIDIA，之後仲帶埋一班視算科技嘅人過檔。黃仁勳做生意有套哲學叫粗糙嘅公平，佢同台積電嘅執行長講，合作關係唔會永遠順風順水，會有起有落，但長遠嚟講要做到大致平衡。呢種雙贏思維令 NVIDIA 同供應商保持良好關係。1999年1月，NVIDIA 成功上市，籌集咗4200萬美元。管理層當時約定，如果股價升到100美元，就要做啲癲嘢，要紋身、穿耳洞咁。點知股價真係好快就升破100美元，佢哋唯有兌現承諾。NVIDIA 仲以免費送顯示卡嘅策略，拉攏微軟、Intel 等大客戶。最經典係半路截胡微軟 Xbox 合約，原本微軟揀咗對手公司合作，點知最後一刻改為用 NVIDIA。黃仁勳仲要求微軟預付2億美金先肯簽約。黃仁勳好鍾意《創新者的困境》呢本書，呢本書講咗一個道理：成功嘅公司好容易俾啲新興對手打低，尤其係科技界。佢唔想 NVIDIA 重蹈覆轍，所以諗咗個叫運送一整頭牛嘅策略。即係點做呢？其實 NVIDIA 啲高端晶片呢，總有啲零件唔合格，本來要掉咗佢。但係黃仁勳發現呢啲次貨其實可以用嚟做低端產品，只需要1蚊幾毫嘅成本組裝翻佢就可以賣。咁樣一嚟 NVIDIA 就可以攻佔高中低端市場，唔俾啲平價對手有機會上位。跟住 NVIDIA 仲做咗個好醒目嘅決定，發明 GPU 呢個名。當時啲顯示卡都係叫圖形晶片。但係 NVIDIA 將 GeForce 256叫做圖形處理器同 CPU 睇齊，咁樣一改名，成個行業都跟住叫 GPU，NVIDIA 亦都可以賣貴啲啦。為咗推廣 GPU，佢哋仲揾埋蘋果合作，佢哋用 NVIDIA 晶片重新演繹咗皮克斯嘅經典動畫《小台燈》，喺喬布斯面前即時渲染，喬布斯睇到呆咗，因為以前呢，超級電腦要用幾個禮拜先整到嘅效果。依家 NVIDIA 晶片咧即時就做到，最後喬布斯決定喺 Mac 機入邊用 NVIDIA 晶片。不過 NVIDIA 都試過大鑊嘢，NV30呢一隻晶片就係個慘痛教訓，因為同微軟傾唔掂合約，佢哋要喺冇資料嘅情況下設計晶片，結果搞到內部各個團隊溝通唔到，晶片推出嚟又嘈又熱，性能又輸俾競爭對手 ATI， 股價暴跌80%。黃仁勳從呢一次失敗學到，外部威脅固然重要，但係內部團隊合作同溝通更加唔可以忽視。好啦，講到呢度，黃仁勳同 NVIDIA 嘅故事其實只係講咗上半部分啫，由一個喺改造學校捱過苦嘅細路仔，到掌管全球頂尖嘅顯示卡公司，呢條路真係唔易行。其實黃仁勳成功嘅秘訣好簡單，就係從來唔怕失敗。NV 一慘敗，公司差啲破產。但佢冇放棄，反而孤注一擲，博 Arweaver 128。佢成日話我哋距離破產只有30日，唔係想嚇人，而係提醒自己同團隊永遠要保持警覺，唔可以自滿。但呢個只係 NVIDIA 故事嘅開端啫，由做顯示卡到變成 AI 時代嘅霸主，由幾千萬生意做到3萬幾億美金市值，中間仲有好多精彩嘅轉折。黃仁勳點樣預示到 AI 嘅來臨？NVIDIA 又點樣由遊戲顯示卡公司搖身一變成為全世界科技公司都要靠佢哋晶片嘅怪物級企業？呢啲故事咧就留翻下集再同大家講啦。記得留意我哋下集睇下 NVIDIA 點樣喺 AI 革命入邊扮演最關鍵嘅角色，成為改變世界嘅科技巨人。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俾個 like、follow 我哋頻道同埋 share 出去啦。拜拜。